再来是副词的范例，爱参加不梦，行车七鬼神欢，里下空格记得清清楚楚。华语的意思是，我昨天晚上做梦了，而且吓得全身都是汗。现在怎么样？记得清清楚楚。选项里面有呀、忙、爱。我们先看看这样的情境之下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副词呢？现在把选项带入空格试试看。第一个选项呀带入呀记得，意思是仍然记得。第二个选项忙带入忙记得，意思是不曾记得。第三个选项爱带入爱记得，意思是要记得。所以第一个呀记得是比较合理的答案。爱参加不梦，行车七鬼神欢，里下也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昨晚做梦，吓出全身汗，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最后还有连接词的范例，天公插色风头，唔但枪面色会较好样，空格补别。我来解释一下，天公插色风头，天公华语是听说的意思，插华语是长长的意思，色风头华语是吃红豆的意思。天公插色风头，听说常常吃红豆。唔但枪面色会较好样，唔但枪华语是不止的意思，面色华语是气色的意思。唔但枪面色会较好样，不只是气色较好看。接下来我们将选项一一带入试看看。第一个，唔但枪面色会较好样，也袂补血，也袂就是还可以，还可以补血。第三个选项，七袂，七袂就可以的意思，七袂补血就可以补血。这句如果我们单看的话，好像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在阅读理解时，我们必须考虑前后文的句子。唔但枪面色会较好样，七袂补血，不止气色较好看，就可以补血，前后意思就不对了。第一个选项的也袂还可以，唔但枪面色会较好样，也袂补血，不只是气色会较好看，还可以补血，就比第三个选项七袂合理通顺。中间的第二个答案也底，也底，底是知道。天公插色风头，唔但枪面色会较好样，也底补血，怪怪的哦，还知道补血，所以答案选一。天公插色风头，唔但枪面色会较好样，也袂补血。今日用口语能力基础级认证的得分测了，去讲到了，希望大家考试顺利，加油哦！